昆虫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生物族群，记得你就看得到。长长的形样总是相当人道的视线。台湾昆虫王国地图的生物真多真多，不过人道上冇乜嘅了解记得。记得上来决定用白嘅避免食饭咯，就让人道向下出发，清楚控制人身边嘅昆虫。昆虫抗人气。点青嘅社会堂，除得提供农业水源，也是青岛水生昆虫生活嘅地方。也偏有一种亲恶嘅猎食者都也生活，人道合法，很其养米嘅，有像佢哋了嘅世界，米卡起来嘅样嘅么？养米嘅，老水养米嘅，佢哋都有一双太太嘅丰年，两对动杂嘅翼，老悠悠长长嘅身體。养米嘅，老水养米嘅係生育嘅昆蟲，唔管係蚊嘅，也係烏蠅一種細蟲嘅，到到佢哋就走唔脫咧。也按厲害嘅本等。全部就是因為佢哋有發達嘅豐年，然後動雜嘅翼，本家都做得喺空中比到當家，所天獵物，水上嘅蟲嘅一隻就走唔脫。養米嘅老師養米嘅都有當強嘅兩翼行力，除咗在空中比來比去以外，人哋每次都看到佢哋聽到水邊較高嘅味道。隨時裝彈自家嘅地盤，一有人一來，天天就落去腳走。養米嘅老水養米嘅，細世界按到水開始咧，佢哋細世界喺到水底度，有特殊嘅透氣系統，本佢哋做得像潛水咁強樣鋪彈，攻擊走出來嘅獵物。也特殊嘅透氣系統按到氣管水，無共用嘅係用米嘅水吸收嚟嘅氣管水，低度濕度變到七重水。氣管水做得本佢哋到水底度，透過擴散作用嚟透氣。水用米嘅水吸收嚟嘅氣管水，實係上到像一樣樣嘅。到都市嘅米節永遠看現現，按到米水，冇乜嘅為求生嘅記得，就唔是走到水面上來透氣嘅，到水底嘅發通時間做得很較多。水吸收咧老生蟲，同樣係生育嘅，故所打獵嘅攻擊未輕重要哦，加鹹暗創造得全球嘅面學誒，也就係佢千厲害嘅武器。做得全球嘅機關，加上頭前利利嘅牙齒，細蟲喺邊看到就死冇命咧。細動物遇到有媽媽風嘅攻擊，係走唔出，就變到水吸收嚟嘅太喘呢。自然環境中有越來越多嘅燃臭化學品，造成養米嘅老水養米嘅死嗆嗆。食物鏈咪因為安尼失去平衡，等於那個蟲誒蚊誒咪越來越多，人道嘅做法聽說要有改變，將做得保護大自然。